达摩祖师来了之后，那个梁武帝就跟他盖了很多的寺庙啦，设了很多斋啦，什么三里沙利吉安我理几笔就是盖了很多的寺庙，那到底有没有功德？那达摩祖师跟他讲有没有功德？讲没有功德。那后来这个韦刺史就问达摩，问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说，问他这件事，大师怎么回答嘛？后来大师他就说，武帝心邪啊，邪然后他的心是邪，就是我们这个邪。所以他这个邪不是说真的很邪恶的这种邪啊，其实是六祖要讲，就是说他的心不正啊。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达摩祖师不是达摩梁武帝，他执着在这个功德，他觉得做这些事情是有功德的，那他有一个执着在功德的这个心，他这个心是不正的心，所以六祖慧能才说，武帝心邪，邪，所以这个邪不一定是指邪恶了，所以就是说，所以他这边跟我们讲，思无邪要无邪，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这个思想呢不可以不正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男生看到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当然会知道这个就是长得很漂亮啊。可是到漂亮，我们都知道，这真的是漂亮。我们女生看到帅哥就知道，这个是帅哥，所以这是很正常。可是当我们会生出一个不正的心的时候，这个就是称为邪啦，有邪的啦。所以孔子在跟我们这边跟我们讲，思无邪，思无邪，就是说，思亲它本身是无邪。那我们反归，回归到自己的角度来讲，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是要无邪的。所以这种无邪的心呢，其实就是道心啊。我们道导上时常在讲的这个心，我们去修我们的一些起心动念，修我们的行为，最重要回归源头就是修我们的心念嘛。让我们的心念怎么样？它不会有这个不正的心啊。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无邪的心就是正的心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一个重结合乎规矩的一个心啊。那这个心呢，也就是一种率性之心就是经由本性自然而然流露的一种心那这个心呢是无我，没有所谓的无我，就是没有我自己的我思我见，然后一些自我的一些看法。那其实这个呢，也是在跟我们讲，我们修办道，我们在道场上修办的一个目标跟方向。一个道场要是有太多的我的看法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个团体呢就很不容易，就是说他的那个很容易
易受阻碍的受阻碍所以要是大家都能够退一步把自己的我心我思我见把它想低一点，那其实这个我们就在道场上其实就会很圆融、很圆满。那其实，在做人处事上，其实也是一样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我见太强的时候，就会发生争执。我们要是能够退一步呢，其实就会比较圆融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第一段谈到这个书写的这个部分是一种就是要无形所以诗经呢，大家去看诗经，不要觉得他可能讲的什么很就觉得看起来好像是在讲一些什么情什么的，其实它本身就是无写的了。所以后学那时候在上我们论语班，我们谢讲师他们在上，谢讲师就很推崇这一句常常讲到某一小段就引到诗无写这一段，所以可见的这个诗无写真的是很重要。怎么样让自己的思想很无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想法，有时候都说你的思想要很无邪，很纯洁这个太难了不过呢，还是要大家去努力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选读第二个选读就是讲到这个孔子他对于他一生的一个自评孔子子曰吾始有我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意思应该不难或许简单解释一下孔子他说他无始有我志于学，就是说他在10有5就代表10有5就代表15岁了孔子在15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要立志向学就对了，立志向学。那当他到了30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其实他这个是对于他学的这个部分来讲，他觉得他的所学已经能够让他觉得有所立足了，就是说他学到一个有一定的成就了。那40而不惑，当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疑惑的对很多的道理他都已经能够了解了。他去学的这些理知识他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疑惑。那当他到了50岁的时候呢，他50而知天命他去了解到这个天命的这个珍贵包括它的重要到了60的时候耳顺就是他听进去的都是很顺的耳顺不会听到什么
听到的话，他不会觉得不悦耳，然后那这个什么意思？详细的意思，我觉得等一下会再讲。我觉得简单讲它的字义了。那当孔子到了7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从心所欲，他做了任何的事情呢，他能够随着他自己的心去做了他心里面想要去做，他都能够顺着他顺着心意去做。可是呢，他重点讲的是什么？不逾矩，不会逾越这个规矩的，逾越规矩。字义上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内容的一些意思啦，一些要义啦。那这一段话呢，其实在讲孔子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程跟自评，他的历程。孔子活到70，好像是72岁吧，还是73？72、73岁。这是他一个，就是70年来，他是去回顾他的这一生，他所讲的一个话。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在孔子比较晚年的时候讲，一定超过70，然后不管他不会讲他70岁的时候怎样。然后再来，他对他自己的一种自我的评语，他觉得他在这个阶段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他在那个阶段是属于什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孔子的一个自评。那我们来看第一段，他第一个就讲到自于学，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讲第一个要点就是说，要先立志，一个人一定要立志，立志很重要了，立志很重要。那其实